来，这首歌曲《拉拉卡顿奔走》献给大家。总是疲累，凝望手心，虽然没有答案，也是一种答案。只好在来来回回的快节奏里，玩出一点点从容不迫的他。留住向往，调整出发，问了我看似暂时不需要解答，只好在不疾不徐的慢步调里，攫取一丝丝黎明之路的光。想，harap能走走停停，rara-kata奔走的节奏里缓慢，sahadu kota ramai asrama， 想，harap能走走停停，rara-kata奔走的节奏里缓慢，Dari Zayang dunia。 要出向往，调整出发，问了我看似暂时不需要解答，只好在不疾不徐的慢步调里，攫取一丝丝黎明之路的光。想，harap能走走停停，rara-kata奔走的节奏里缓慢，sahadu kota ramai asrama， 想，harap能走走停停，rara-kata奔走的节奏里缓慢，Dari Zayang dunia。 Aku menadu karena isu di mana uripmu mita hawan hayat。 想，harap能走走停停，rara-kata奔走的节奏里缓慢，sahadu kota ramai asrama， 想，harap能走走停停，rara-kata奔走的节奏里缓慢，Dari Zayang dunia。 Dari Zayang dunia。 最后一段的歌曲《拉丁在样不发的这个尼亚》，就是要忠于自己的内心。这是一个阿美语的句子，非常美的一个句子，好听的歌曲，献给大家。